继续来关心花莲的地档起起的这栋天龙寺大楼，今仔继续咧拆。因这届地档花莲有超过1400户去用大单来做归楼，一寡咧细厝的因为本身就唔是厝主，讲根本就袂使申请补贴，看有食无。馆长当时表示，只要你是实际咧住的住户，就拢会使来申请。花莲县国教处开设联合服务处，找白透早都未少人，真侪拢是细厝人。这残少者细厝3、5年，即马正做红单归楼，免继续住。搬厝都正做正重要代志。伊无奈表示，因为无符合资格，申请补贴是一直卡掉的。就还是需要帮忙吧。对啊，因为有光是那个什么政府的那个搬迁就安迁救助那一个，我们就很多人不合格了。那一定要户籍地所在地啊。可是我们很多人的户籍都不在这边。本来4月3号要入籍，就崩就倒了。倒的时候，你人有居住在里面啊，就还没有。要这黄县市第三海关大楼买厝，车衫要签户籍，用力地人就到位，新厝还未大，厝就先别开，个被判定是危楼。伊也调起来问。目前，红黄单的大楼超过1400户受影响。花莲县长徐正辉表示，未来中长期大的问题，要向做合厝顶方向来规划。这一次是对人，不对屋主，所以这一次就是，如果您有居住的这个事实，您是实际的居住者，您就可以来这个申请租屋补贴。除了受灾户有补贴顶悬的依然实情，厝甲正严重天龙城大楼拆除作业也是一波三折，受地南尾加上落雨影响，进度一直延前。大港业者的各大型机构设备继续进驻动工，由顶悬向下骹一站一站来拆。当拆完这一层楼有这些物品拆下来，散落在这个我们的对峙区的时候，我们就先把它用机具拨到旁边，让这些物品先放到我们这个保管区域去，让住户这一层的住户可以有机会先去那边做认领。拆除工程继续10多点钟，花莲县建设处也表示，考虑中心偏移这因素，为厝楼背顶开始动工，一站一站停留检查，将财产的损失尽可能降到上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